主耶稣基督讲，伊就是活命的美娘，来到耶稣遮的人，心灵的确袂夭饿。相信耶稣的人，心灵永远袂脆干。请收听《活命美娘》。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咱收听厝边隔壁大家好。咱要搁继续来分享新约圣经的这个概论。这个是咱要来做伙参考分享这个腓立门书。腓立门书咱讲嘛是加角的这个批信吼，也是保罗写予腓立门的吼。真侪基督徒吼，拢知影保罗会写批，伊文笔袂歹。尤其是这个保罗的书信中间有袂少是对福音的一个解说，尤其对这个异端邪教，甲当时这个学术一寡理论研究来得基督的这拢咱慢慢会通来明白因为看批信就通知。伫保罗批信中间真侪嘛对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生活规范只是有时读起来感觉心稀微啦。为什么呢？因为咱无法度一困就来甲完成，就是讲人拢有亏欠啦所以袂少的这个基督徒咱共款咧读圣经的时阵，咱会感觉讲是伤深，是讲咱无法度了解，甚至这个标准悬过咱家己做会到的，所以咱就安尼畏畏惊惊。其实读圣经有一个最重要的所在，就是参考咱会通才着祈祷。今日所教会因为圣灵甲咱同在，所以圣灵会帮补，圣灵会看顾，会保守。所以这个腓立门书嘛是保罗那像写批予朋友同款安尼所以伫短短20几封的这个批信中间表明伊伫生活顶头的这个细节咱嘛看到保罗伊安怎去疼惜伊身边的人，伊安怎样将这个爱心甲做伫迄个上细这个兄弟的身躯啦。这是对伊情感丰富，还有一寡呢幽默感读起来嘛感觉真有说服力简单互人容易来明白。这是对保罗实际这个生活来看见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这个气力量透过圣灵的引带，会互人有真大的改变。所以才讲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啦，这罗马书讲的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咱就参考福音要救相信的人嘛有袂少人是毋信的毋信的会被定罪啦。就是讲咱灵魂内底的罪，迄是对始祖阿当夏娃来这原罪甲咱个人对罪性来影响迄个本罪人就是有这两条嘛原罪本罪若无解决这罪已经定了就是讲已经遐伫遐早就犯伫遐咧等你无信的会的确被定罪，是这个因果啦咱拢做希望咱的听众朋友也好，也是讲透过教会报道会，也是其他的管道，也是听这个广播，也是听这个网络看文章，咱拢会当透过安尼圣经的对照，互咱通明白什么叫做真理就是神的话神要甲咱讲话，佮听会捌，那就是神的爱。爸母听囝嘛是同款。腓立门书内底有人咧感觉讲那像毋是保罗写其实这是保罗伫罗马的家教内底所写的批信之一啦会通真正自由互这个朋友来接受所以伊嘛有可能被偷放甚至这中间有这腓利门阿非亚啦阿基波啦三个人拢是受批的人。腓利门是一个真好野的人，是保罗带领带来信的信了耶稣基督福音改变一个热诚的人会当改变，成做主的门徒伊嘛用伊的气力，用爱心来接待人行足侪善事的所以含伊的厝都提供出来，成做聚会的所在要紧就是讲来传达耶稣基督神的这个救恩福音啦阿非亚可能是伊的太太啦这个阿基布也嘛有可能是伊的后生所以拢保罗称呼因是亲爱的同工伫这个哥罗西书4章内底有讲这种是当地真重要福音工人。腓利门的主角就是阿尼西姆，阿尼西姆原来意思就是讲有用的人啦，
有用的人啦吼，一个安尼被重用的人。当时这个有迄个种姓制度、奴役制度吼，常常用这个名吼，伊是哥罗西人，保罗称伊做亲爱忠心的兄弟吼。伊本来嘛是腓利门这个厝内面请的人的仆人啦。捌达腓利门带来未少的这个损坏，而且逃跑，这个无忠心。后来伫罗马拄着保罗，伫遐听着福音，悔改信耶稣。哇！一个人会当悔改信耶稣尤其是罪人，伊心灵有亏欠，就有压力重大。主耶稣讲，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来，我要恁得到安息，就是种讨棒。所以认真面对家己的软弱，看到家己的不足，悔改认罪耶稣基督福音要带咱拯救这足奇妙的哦。伫罗马人的这个社会内底因将这个奴隶来看作是主人的这个财产既然是财产，会使拍卖对当时的法律来讲那逃跑的这个奴隶主人更较有权利做更较严格的这个处罚，无论是这个用鞭戍加禁甚至要甲处死拢差不多尔啦人讲这拢是理所当然的。有一寡这个仆人造成主人的这个损失，而且佫逃跑这两种可能就是第一抓回来处死，第二甲犯罪的人来远走高飞，就是永远不要回来，安尼就欠小免刑但拢因着耶稣基督福音和这个第三种可能出现，就是保罗伫批信内底写的伊为着这个安尼西姆甲头家腓利门来求情啦，和安尼西姆会当重新都回去伊的这个故乡伊无过再是做奴才而且是权贵奴仆的这个兄弟啦，因为信主伫主内正做一家是兄弟主内兄弟，信耶稣以后。安尼西姆伊就改变叫做名副其实的这个安尼西姆原文就是讲有益处的意思啦厝内面的人你的主人会当得到好处的有益的仆人腓利门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来饶赦来赦免这个安尼西姆这就是人甲人中间的关系啦，真和谐，而且无破裂会当讲和，并且得到更新变化要紧的一种更较好的关系，无亲无情的这个亲属的关系、血缘的关系，总是因为福音成做主的人是属灵的这个一家人，所以就有迄个和平的气息互人带来甲神和好、甲人和好的这个内涵。所以腓利门书这本册的这个特色就是保罗这个写批13张批内底最后一封批啦嘛是啦，保罗这个批信内底为一封互私人的这个批信，所以这中间拢无讨论教会事务，嘛无指导教会就安那去牧养但是册中咧讲明福音的恩典甲异端爱甲反驳的所在。这批信有可能是保罗亲自写的嘛有可能是伊嘴讲别人代写的嘛无一定啦总是伫这个批信中间所提到的这人物跟哥罗西书真共所以两张批拢是保罗甲提摩太联名写的除了阿基波以外，哥罗西当时有一位这个福音的开拓者，就是以巴弗，这是哥罗西书1章第7节，腓利门书2章30节拢有讲到。保罗伫哥罗西书中间讲伊是一个忠心的执事啦，伫腓利门书讲伊是甲保罗做伙坐家啦，做伙管家另外伫福音册最后请安内底这个马可啦、阿里达古啦、底马啦、路加啦，伫这个哥罗西书中间嘛拢有提到，可见哥罗西甲腓利门书写的时间3经。不同的就是哥罗西书是保罗写予毋捌见面的教会甲信徒，谈论的是基督内底奥秘甲丰盛，基督徒的生活这种是这个哥罗西书的内涵。腓利门书呢是保罗写予这个老朋友的一封这个私人的批信这中间有请安问好，嘛有保罗为这个安尼西姆向腓利门所求情的这个内容这张批予咱读了看到使徒这个保罗另外一个角度咱对另外一面来看伊会当伫批信中间为一个奴才罪人来求情讲起来真无简单。伊家己并无犯罪因为福音的缘故关伫监牢内底，所以保罗毋是罪人是因为传耶稣不得时的时阵所以叫人关伫监牢内底，这监牢是冤狱啦
老实讲都已经安尼家己顾袂好家己吼。伊要安那个对一个安尼从前犯大错，互头家得到损害的人这个奴才安尼西母，要安那因着接受福音信耶稣以后，才做主来当领，伊来要求头家腓利门来甲求情赦免伊接纳伊吼。伊无用家己是因为使徒的身份来要求腓利门来答应对文章的起头咱就知吼。伊安尼真谦卑讲，为主的缘故被关监的保罗，所以伊无用像其他的批信来强调家己是主使徒的这个身份，而且伊所写这内容是真恳切的，伊愿意代替这个安尼西母来担当责任这个保证，伊向这个腓利门来恳求而且有人认为保罗安尼做是毋是失去家己的身份但这种谦卑的态度，尊重腓利门的做法，和保罗伫批信中间真做毋是一个发号施令的这个教训者伊真做是一个鼓励腓利门行善的长辈。保罗深信腓利门所做的的确经济经水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伊嘛相信会到。保罗是一个会通设身处地为人设想的这个人，尤其是替这个安尼西母看到安尼西母闯大祸啦爱着劝勉安尼西母勇敢认错勇敢认错，面对这个错误，才会通得到头家腓利门的这个宽恕甲谅解。也若安尼伊过去的这个错误才毋免搁再安尼放点心内，甚至过迄个逃亡的这个生活。伊嘛深深会当了解安尼西母心中的这个惊吓啦。你都欠孝你都欠情欠债这拢是安尼心中会惊吓，毋知人会对孝无，毋知人会安尼对债无，毋知人会报复无因为伊无法度来偿还过去所欠的债，总是食做一个不忠的仆人。伊真惊伊去用法，嘛惊伊家己以前的这个过犯所以保罗写这张批，和这个安尼西母来讲是一个安尼强心剂啦因为保罗哪像要代替伊承担责任共款，其实是咧求情互伊安尼西母会当坦然无惊吓倒转家己的故乡，毋免搁再安尼奄奄安尼惹坎坎惊互知，惊伊个显露这个行踪。毋通因为这个条件犯罪带来刑罚甲死亡，反正都会当伫主人的面前来得到宽恕，重新做人。这有影是难能可贵咱看腓利门书的这个中心的思想咱就会当反省思想爱到底是啥物？人讲爱就是伫别人的需要顶头看到家己的责任啦。腓利门书咱看到联络的这个保罗，为着一个罪犯安尼西母伊安尼逃跑，失去家己的这个身份甲工作，但是信主以后，保罗愿意写批替伊求情，这种的情形，咱看了讲，伊当时所过日子应该是无好啦尤其是保罗家己，伊已经伫监狱牢内底伊一定要去负担这个责任吗？因为耶稣的爱因为信主的这个恩典，所以伊就应该爱安尼做。因为保罗伊深知影家己真有一个罪亏是无路用的人这特别是伫主的面前毋是讲伊真正无路用，毋是讲伊真正犯罪是罪亏伊是主的面前是谦卑到这个型的得到耶稣基督的恩典以后会通重新回头。其实保罗伊安尼反省家己嘛是共款伊伫未认捌耶稣的时阵伊嘛是一个逼迫耶稣的人，甚至为着迄个为主顺道的人伫边安尼来斗闹热拍扑拍欢喜安尼这是过去伊知影了，伊感觉讲伊真正是一个罪亏，伊真正是伫主的面前安尼无路用啦。但是得到主耶稣的恩典以后，伊改变，所以伊相信这个安尼西母嘛会通因为伊的这个鼓励做伙承担会有改变。所以这安尼西母意思就是一个有用的人伊用到这个责任去听安尼西母互安尼西母感动伊嘛活过来听伊的头家听伊的工作，这种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爱。所以咱想保罗伫这个代志顶头无出伫勉强嘛无来勉强腓利门爱伊看伊的面子来赦免原谅，伊是出一种感恩的心，热切的这个心志，对安尼西母这个处境甲伊的所拄着的代志感动心受啦，所以伊恳切诚恳
来态度来求腓利门啊，来甲赦免原谅，并且因着福音的爱来保罗来承担咯吼，承担安尼西姆伊是一个以后会当互主用而且会当成做一个勇敢的人，倒转来腓利门的这个身边，重新做好伊仆人的这个工课行孝共款啦吼。所以耶稣基督的爱吼真奇妙，改变一个罪人，互伊伫这个爱内底来经历这个顶头生吼。写批的人当然是保罗、提摩太吼，收批的人是腓利门、阿菲亚、阿基布，这中间有足侪感谢甲学咯。因为腓利门的爱心甲信心的表现吼，是足侪人知啦吼，拢因为感动到耶稣基督的爱所以迄个惊神的这个腓利门吼，会安尼大得好处啦吼。佫一项咱要讲这个爱的大球吼，因为阿尼西姆大球。伊甲称作困锁中间关家的这个囝，甚至也称作是家己的心上人啦吼。这个心上人毋是讲爱人的意思，就是讲有甲放在心内啦吼，甲思想啦，甲带倒啦吼，甲关怀啦。尊重腓利门的这个决定，因为善行善心是出自甘心乐意的，袂使勉强所以这保罗拢先讲清楚吼。伊仰望啥物呢？伊仰望会当替安尼西姆来行孝啦吼。伊仰望啥物呢？伊深信这个腓利门的爱心会通得做比保罗做的较济啦，就是接纳包容，佫互伊倒转来，这当然比欠的效果较济嘛。保罗仰望会当甲这个腓利门佫再来见面吼，这是伊批信内底所留的这个蛛丝马迹吼。若用腓利门来看对现代的这个意义来讲吼，现代人要安怎做甲无扣这个旧怨就是旧孝，莫算旧孝。有一寡人咱永远是得罪袂起啦因为伊永远拢甲你记咧咱得罪啥物人人嘛无法对心内完全饶恕别人，因为咱甲人的关系本来就毋是讲会当安尼永远好的因为人有内心会猜疑会安尼客气其实是较济就是惊吓啥物呢？惊家己受亏损啦这款人关系内底安尼复杂现代人就是安尼。所以袂通宽赦了事人有时因为利益来冲突无论结果安怎伊嘛感觉讲莫接受上好啦。但是基督的爱为什么叫福音呢？简单讲就是透过保罗这阐述解说，这个耶稣基督的爱，因为圣灵带来平安带来喜乐的这个福气。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就是一个饶赦的真理。耶稣无罪，互人家钉死十字架顶这就是做不可思议的代志当时咱也想讲，咱有比人较好吗？咱也是原来无信耶稣，原来是伫罗马帝国的下面其实逼耶稣上严的到尾就是咱家己所以一个人会当得到赦免耶稣基督来互咱得到平安这是咱会晓的嘛会当安尼来赦免人、包容人这个恩典甲继续传出去。所以人伫咧讲啥物人是伟大的呢？其实是一个会饶赦人的人这是真正的伟大饶赦就是讲去疼别人啦。咱若敢若疼迄个疼咱的有啥物意思呢咱会当因为耶稣的爱去疼迄个无疼咱的所以这个爱这疼并不是一件这个容易的事啦，要透过不断的这个学习甲面对问题操作问题心内会当平静安稳安尼带来这个伤害就愈来愈低而且会当听口讲，因为福音的缘故人甲人和睦既然和睦就得到益处就得到福气。所以马太5章来讲因的确称作神的囝咱要称作神的囝是神厝内面的人，这当然袂使轻看咱看到人甲人中间有纠纷的时阵，咱是不是会当成做一个有勇气互人和睦的人啦所以要通做会到的简单的就是讲甲散布这个谣言，但是人伫背后讲卡车后话，会袂当成一个和平的使者，讲起来这就搞破坏啦所以咱嘛对这个批信内底会通知影讲，一个好人伊有一个真好的内涵甲灵修，就是会通转变这个世间乱弱的代志互家己来成做有用的人除非天落红雨啦，太阳对西边出来无人要是唔知影到底爱是啥物啦。爱就是无得放杀，爱就是甲接纳，爱就是讲伊是我的兄弟，哇，这无简单的
一个伤害过我的伤害过咱家己的，甚至提钱逃跑的，这款人你敢搁爱落？但是耶稣基督福音就有在条来落实来办得到哦。所以安尼媳妇伊信主以后吼，我变一个人啦。所以保罗甘愿替伊转去，感觉保证讲安尼媳妇已经改变啦吼，爱甲接纳所以互伊真正成做一个有用的人。而且做一时阵咱感觉讲我无法度饶恕，一点都无法度改变，对人、对事、对物件，但是思考起来了后，感觉讲饶恕会当改变人甲人的关系，嘛改变人甲家己甲神的这个关系，而且改变拢是对神来因为咱若饶恕人，耶稣基督讲伊嘛要会饶恕咱啦，因为伊捌强这个苦毒过所以一个恶人要当改变提升到什么程度？换一句话讲。先改变接受饶恕，先会当饶恕人，才来改变这什么意思呢？进一步这问题就是讲，你歹人的这身躯顶永远袂改变，伊就是安尼嘛，做恶歹，借钱卖行这是不是咱要搁接纳所以你无可爱这讲起来毋是咱的目的呢。无可爱，大家嘛无可爱，大家嘛要听迄个古水的可爱。若真正有问题时阵，咱搁有法度坚持无？保罗甲讲甲这腓利门讲。即摆安尼媳妇甲我做伴啦你若收纳伊，就亲像收纳我所以保罗写本也足巧的伊若亏负你，或者亏负什么拢归伫我的身躯啦我的确来甲偿还。我并毋是对你讲这个话啦但家己嘛感觉是亏欠这保罗实在有够谦卑的啦，伊家己当作家己是亏欠的人，嘛事实是亏欠。伫家路内底伊佫有法度讲这个代志代表讲伊心内所思想的，拢是这个帮赞，拢是这个福气，拢是这个这个拯救的话。所以主要说甲咱讲咱饶赦人到底是几摆啦犹太人7摆就足完全主要说甲伊回答讲，毋是7摆毋是7摆是70个7摆嘛毋是77490次毋是7摆就是讲咱就完全饶赦这爱学习的啦。原主是因看过互咱伫伊的话语爱内底来得到主要所的话语福音的这个气力，互咱改变成做一个新人咱这个腓利门书的概论就讲到这咱要来做伙灭祷，归荣耀互神头灭祷，奉主耶稣圣名祈祷，主爱天父，感谢学到你福音的改变，互一个旧人会当更新成做新的人，互一个安尼幼婴迄个个性会当长大成人。亲爱的主，阮感谢学到你你互阮心刚强，互阮会通有气力面对家己的错误，改变家己的过去即摆要做的拢是有益的代志，拢是会帮助人的代志。愿主耶稣垂听阮的祈祷互更较侪人因着福音的缘故来到你的面前，来接纳主，来领受圣灵的更新将来有活泼的盼望，做伙来天国这是咱期待甲愿望的。愿主耶稣来垂听阮的祈祷，愿荣耀颂赞归主耶稣基督圣名，对答得到永远，哈利路亚，阿们。